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师父给各位介绍我大概在17、18年前曾经办过的一个案件。我之前有2位弟子住在2道白河，就长白山的山下，他们职务都很高啊，身份也很好，大家都很羡慕，生活条件都是够好的了。但是他还不满足，他一直想多，要更多，有钱要更有钱，这是凡夫众生的心念啊。所以他就在观察，发现到北韩吃牛肉都很贵啊，他们吃不起，因此这2位夫妻就想办法在长白山下建造一座民主文化村，给大家来这边游乐休闲的，吃一些他们喜欢的东西。结果每一个星期假日，北韩人很多都来光顾啊，都来住宿啊。他里头呢，为了能喜乐大家呀，因此每天就杀牛啊，杀羊啊，杀猪啊，每一天都这么杀呀。当时他们夫妻才结婚不久，又做这个行业啊，实在增加很多负担呐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生意做得很成功，财源广进啊，觉得非常满意了。结果2个夫妻慢慢的，因为结婚的关系嘛，太太呢有身孕了，有孩子，10个月怀胎过后呢，这个孩子诞生了。他们的生意呢照样做，1、2年过后了，孩子已经1、2岁，想不到这个孩子如果一哭闹啊，就伸手打母亲的脸上啊，啪啪打下去。有时候是爸爸抱他，孩子也一样很粗鲁，手伸出来啪啪就给他塞耳光。真是奇怪，这2个夫妻就觉得说，我们生了这个儿子为什么会打父母呢？他也不理解啊。慢慢的这个孩子到6、7岁，晚上都不睡觉的，白天一直猛睡，但是晚上就不睡觉。爸爸妈妈都要上班，糟糕了，每天晚上还要陪着孩子捞不到休息啊，工作精神非常的萎靡啊，精神不振，日子过得很煎熬啊。结果这个孩子7、8岁嘛，总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嘛。他只有1个孩子，因为他是高级主管呢，有时候应酬不能撇下孩子啊，把他带在身边，就去参加宴会。结果他这个孩子啊，很调皮，突然间把桌巾一拉，啪！整个桌子里面所有的饭菜掉了满地啊！经常这样子，他爸爸妈妈很慌乱啊，很紧张啊，心里很担心受怕的呀，整个精神耗损很厉害，他生不如死。结果刚好师父要去讲法，他听到我要去，2个夫妻带着孩子开的车子就直接来了，在高速上面，这个孩子呢管不住啊，门要打开，砰就往外面跳啊，恐怖的要命哦，知道吗？结果好不容易熬啊，他来我住的下榻饭店讲这个经过给我听。我说这些烟叶呢，完全不能饶恕这个孩子，也不能饶恕你们2个夫妻，他有冤报冤来的啦。你看，你选择行业选错了，知道吗？影响到后代的子孙呢，结果造成这样一个局面，很可惜啊。他以为赚钱很好啊，但是你是杀业而得到的钱，这个是不干不净的。那一天晚上，他夫妻2个哭哭啼啼的带着孩子，那个孩子就是静不下来，一直动，一直动，一直动，一直跑，一直跑。看那个情况啊，夫妻根本就管不了嘛，压不住这个小孩嘛。我们看了也不忍心，师父一看了解这个前因后果了，所以我当天晚上把我们带去的5位法师，然后我叫他爸爸妈妈赶快准备6样菜1个水果，就在饭店哦，就在师父的房间呢。我们给那个饭店的老板倒1杯米，插3支香。师父就邀请这个孩子身边的所有的这些冤亲债主，凡是有给你伤害的，有得罪你的这些众生，希望你过来，我要跟你谈和，诚挚的向你忏悔。我带着他的爸爸妈妈，求你们恕罪啊，原谅他，因为这个孩子太可怜了，他一个人变成这种模样，父母呢伤心
一绝啊！我们不忍心，现在希望你们都赶快来到现场。我就跟他报告说：焉宜节不宜节啊！你不能原谅别人，你们自己也都受苦啊！我知道他们错了，这是绝对错的。那杀你们的命来得到这些钱财，这是不义之财，不正当的钱财。我知道他们不应该这样做，但是人的愚痴颠倒就在这个地方。现在既成事实，我们只有诚心的向你忏悔，祈求你原谅他们。我就开始诵一部阿弥陀经，然后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大声的念，回向给你们。我希望从今天以后，你们能够原谅他，也成就你们自己，彼此能够和好相处。你们就赶快去到你们应该去的地方。这样我就跟他们报告，结果功德圆满了，我都解释清楚了，跟他们之间的桥梁搭上来，给他们转述佛要我们怎么修行才能够去解脱，才能够成就，我都告诉他们了。我说师父能做的只有尽心尽力了，我只能这样子了。我说你们两位啊，就赶快把孩子带回去睡觉吧，现在已经很晚了，已经快要晚上9点了，你赶快睡觉。想不到啊，我们超度完了之后，这个小朋友呢，回到他的房间了，洗完澡啊，啪啪2、3下睡着了。到第二天早上9点都爬不起来，一直睡。他睡得好甜哦，睡得好甜。他爸爸妈妈高兴得不得了啊，说师父啊，这个小孩子从出生到现在晚上从来不睡觉的，没想到你给他超度结束之后，他现在稳定了，正常了，就睡得很香甜呐。太神奇了，太神奇了！我说不是神奇，是因为你们做的这个行业选错了，你们不应该杀牛啊、杀羊啊、杀猪，不应该的。今天你们造了这种无量的杀业，所以惹祸上身。今天师父已经给你化解掉了，你以后千万不要再做这种行业。他听我劝告了，所以回去以后，这个小孩子就正常的、慢慢的接受教育了。我们都替他深深的高兴了。这是师父我亲自所办的公案，今天提出来给大家分享。所以大家要多念佛，不要杀业。父母选错行业，会影响后代子孙。这个是非常不好的，希望大家也要谨记在心。阿弥陀佛。